我哋美食新聞週報每個星期都會為大家緊貼輪住買唔同嘅着數優惠，即刻睇下本週人氣輪住報有咩特選美食啦！彈島咖啡餅店招牌美食，沿用傳統手法製作，但它每日新鮮出爐，最高峰日賣1000個，酥皮鬆脆，啖啖都食到超濃郁蛋香，配埋港式拿破崙同絲滑奶茶，簡直係下午茶首選啊！銀爐1933午市套餐以現代化烹調方法炮製古法川菜，仲以花椒為主題貫穿10道菜式，呈現多元化川味，咁有心思，包你食得滿意。Bingo 烤肉韓料3人餐，為你帶嚟至尊烤肉體驗，人氣牛肉3拼套餐，俾你一次過試勻美國牛五花、澳洲肩胛牛柳同美國牛小排，飲埋韓式風味嘅石鍋泡菜牛肉湯，連個心都暖埋啊！Tommy Yummy 太想分享3人餐，由泰籍廚師主理，確保原汁原味。菜式包括酸酸辣辣嘅苦蝦冬蔭公湯、嫩滑嘅泰姬貴妃雞同香氣十足嘅泰式蝦球炒金邊粉，全部都超地道，真係太有 feel 啦！灣仔六國酒店 La Menu 西餐廳推出果釀花語下午茶自助餐，融合水果同花卉元素做主題，打造色彩斑斕嘅鹹甜美點，為你呈現一場視覺同味覺嘅盛宴，啱晒你約埋老 best 超住過一個悠閒嘅下晝啦！睇啱有咩心水味，即刻拎起你哋嘅手機一齊搶好嘢啦！